义穿的是穿越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蟠区3天里，曰蟠母。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终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006年。佛治世3佛收元7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